就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哦，真的啦，真嗨哦！好来呀！啊，你这个袂看，我嘛是无法等面呢。对啦。唔是啊，伊证件又无去啊。规个证件拢无去啊！我看要人等台湾好啦，我死啦！我真无去啊。我袂抗议啦。我嘛唔知，我要安怎啊？就要怎？啊，我看哦，可能哦，潘建迪咧调去店遐看哦。调去调，对，出来！你即摆跟我来说啦，紧啦，啊不好死啦，紧！我来看个出来，紧啊！ 我等死啊！我。紧了，倒吹了。吃了。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一个台胞证啊？有没有？没看到，我们这里有一位看到都会留下来还给你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没叫做我吃了我。 出去找几点钟啊啦？讲甲真遐无看人等啊！这好啦，找有无啊？有条咧，找无啦。找无？要报啊？安尼去了啊？免怎？四个咧找看吧，紧来啦！这个人讲的实际了，是安尼，紧找啦！紧！我要对台湾啦，我找啦！我找啦！你啦我袂当对阮日出啊，阮心肝，我看要安怎？找要来啦！要安怎了？安怎有这两段？好，什么段？送谁段了？这件要证件吗？安怎知影讲我证件回去？这个好啦，你去读嘞。 从窗外看下去，有座桥，桥上自然有你要找的东西。你叫点，看吧。你给我，我叫你啊，给你，跟我来找，来叫点找。柳树中找一张上细长的柳树，你就知影。唔该紧来找我啊！紧来！行啦。你给我，紧啦！你大哥较细人啊！紧！这大人啊！行。我走，我这走还不得走。这嘛大张哎，哇！你站下，给我站。好，你跑得很快，很好。我算给你快点，跟咱历史的差不多会了。有个名人林则徐，你只要看到他就可以找到了，顺利人流啊！啥？今仔找名人啊！
去啊！就是安尼啦。哎，安尼就恁做事啊！免注英雄，恁做事。对。啊，怎么变怎啦？啊。什么变？哎，变怎？啊，跳啊卡一条单。哟，行。哎，好啦，写啥？辛苦了。辛苦。哦，佮咱你关心。佮读。我就欣赏你们这样的人。现在，请你们再回到你们住的饭店去。真笑哎。哟。哪呢？往餐厅部的男厕所里面去找吧。靠呀，我今仔你放尿。去便所。哇！紧等下便所吹啦。嘛是爱行。无叫嘛就安尼。行啦。是你哦，可能找我啦。怎么样你做啦？啊，安怎做哦？啊，过来！啊，过来！哇！赚到了！赚到了！真的啊！我研究到了。这件代志哦，确实有奇怪呢。我讲的绝对无唔对啦，伊咧甲咱对的人吼，即摆咧对到吼，咱是李社呢。阿พี่伯啊，嘿，我这个我先想都想无呢。啊，这个新美人哦，头到尾一定甲咱跟踪，无啊，啊伊到底对咱有啥物企图啊？啊？企图哦，你讲我啊？你咱拄仔伫咧乌鸦咧西安咧坐，你拢莫讲啦。今仔拄仔伫便所遐吼，要摕我护照的时阵，咱两个行咧急开哦，急一个好用激死哦。是啊。佫留这种字条啊，拄仔恁大家拢有看过啊。恁真正唔相信呢？我佫念一解给你听。对。请各位速回台湾，不能前往杭州，否则后果自行负责。你看，特别强调我买杭州啊！阿พี่伯啊，有超过无？哼！哦，这有够无理呢！爱叫咱莫去杭州，伊是凭啥物理由啊？对不对？就是安尼，我阿พี่伯要做的代志哦，无论什么人都袂用去阻挡我。妈，假使哦，我若约了无唔对吼，这新美人一定甲建华兄有关系。甲建华有关系？那安尼敢袂建华？无欢迎咱来，啊，这叫新美人来甲咱阻挡。妈，我唔是这意思啦。莫管你这什么意思唔意思啦，都写到真清楚啊！买杭州啊，咱就莫去，咱就无代志啊嘛，无代志啊。我可能是啥物咧无代志。哦，啊新美人叫咱五个莫去杭州，我就听话，怎啊莫去杭州哦？啊时到伊若搁命令咱五个拢莫食饭，啊拢莫食饭哦。啊，进一步叫咱走跳西河，啊咱唔爱走自首看。讲个啥物话？咱无咧写。对，猪哥孙诶，讲了有理啊！咱明日哦像牛共款哦，靠脚咧行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叫咱莫去杭州，咱莫去哦，唔免听伊，咱摕咱家来去。对吧？你讲我对不对？对，是啊，我早就这款的决心啦。我无论怎样哦，都要找建华，因遐囝孙仔倒转来。对。
阿伯无啊，恁大家有记一个，咱顶下伫咧永泉时啊吼，跋杯的时阵哦，有甲咱指示，叫咱大家哦往北行。对啊，往北方。伊若来杭州甲苏州，就是北方啊。舅公啊，你毋是讲杭州有朋友，你有打电话问伊讲，替咱找看卖，找有无？有啊，伊讲哦有消息啦呢。哎呦，真是的，这个月你来我用早讲。无啦，我会知本来要讲，嘛拢可能个，伊号召放假，害我嘛退啊紧留甲，毋则袂记你讲。哦，就是呢，你是讲你迄个朋友要代替你找建华甲文庆啊？是？建华甲文庆也是无啦，是我有一个朋友讲，伊有一个朋友叫做杜万宝啦，讲伊吼有捌几个原因啊。我看吼内底其中一位哦，无定定吼是阿伯婆你要找人哦。原因啊，遐大妈咧讲，伊若讲着原因，心肝会足艰苦的。到时哪会当先找着原因啊？安大妈一定足欢喜的啊！有顶啊吼，找着原因啊，加当找着建华、文庆啊，是毋是？妈，安尼好，春兰啊，咱现在就来杭州找迄个杜万宝。有你阿伯无啊，咱5个人哦，即时出来到杭州。爱你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迄粒星。为你打拼打拼，有时无想生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喂，一根大牙出镜有无？啊，哦是啊，那根大砍要紧哦。行。哦，你来哟，欢迎。我介绍者，我就是哦阿顺的朋友，我叫廖水溪啦。哦，啊，你是多先生哦？是啦。啊，你啊。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叫做阿米婆啊吼。对啦，伊叫阿伯伯啊啦。是啦，大家都叫我阿皮婆啊，多先生，多多指教。啊，久仰大名。多先生，这个我的查某囝叫做春兰啊啦。多先生，你好，甲恁教练吼。哎呀，你好。我自我介绍，小弟叫做可乐的，伊过了2块找4角，我本人请多多指教。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猪哥舅啊，因为吼，阮祖先代代落来拢伫咧牵猪哥，所以吼，大家才会叫我猪哥舅啊啦。这问题吼，恁兜有饲猪哥无？猪哥吼，我叫脚夹起，就夹起。来，大家请坐啊！阿米婆，请坐。多谢。对啦，这边，这啦，这边。多先生，这问的吼，因为月影的代志就是妈，多先生，歹势吼。妈，咱拄则才来尔，小等才问啦，无爱对多先生歹势啦。啊，咱这撮来的目的，就是要找月影啊。我知影啦，等下问啦。哦，等下就等下。我听阿顺啊讲吼，杜先是做人哦上亲切，而且吼，伊咧知影讲吼，恁对台湾来吼，一定吼会好啊招待恁啦。
对啦，恁今仔日吼，大家来我足欢喜的。俗语讲，有朋千里来，不离落雨。而且我是湄洲人，我自细汉就伫湄洲大汉的，也逐工都看迄船啉吼，我足怀念的啦。吼，所以讲吼，今仔日恁大家来啊，吼，我很足欢喜的啦。杜先生，你也湄洲人哦？这个阿孙啊，敢无甲你讲？无啊，阿孙也无甲我讲啦。吼，杜先生，你无简单呢，几年尔安尼遮发达咯。吼，我做湄洲人哦，感觉足公平的了。杜先生无简单呢。无简单是啊，无简单啊。所以讲吼，今仔日啦，我绝对爱尽地主之谊啊！我请我的助手吼，小等下带恁四过去楼楼参观看看咧。哦，咱啊杭州啊，出名的就是吼风景水，啊出产迄个四家洲是最最优秀的，还佫有一项，就是杭州美女，杭州的水姑娘啦。小等下你若参观了吼，我才甲你讲，你要找迄个人的地址。赞！来佚佗是说来看杭州美女。爱你就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是无上生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爱你就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。小等下，我讲，我发挥一个精忠报国。精忠报国的表示一个真勇真情的这个民族英雄啊！伊叫岳飞，文武全才，你看，玩火河山，这四字就是伊写出来。当时看土地银行占伊哦，吼，伊足生气啊，感觉写出来啊，总无爱牙毛面。你看，因老母啊，总带伊的脚车边顶头哦，总写四字精忠报国，总去做兵啊。第二看，油炸粿好食无？好食咯。这油炸粿油来啊，我讲互你听。当时啊，有一个叫做秦桧的奸臣啊，用12块金牌逼死了岳飞啊，引起了全国的百姓大家抓狂啊。吼，拄啊有一个做面粉的哦，做2条，一条代表了秦桧，一个代表了因某啊。加加从用咧油鼎内底煎啊，油炸粿就是咧油来的啦。不要，好听好听。还是叫是袂歹。哎，好啦呀，阿
我伫个厝在学，啊，这平常拢在学的呢，啊，唔着紧学讲啊，紧啊！袂用的学，那袂用去学。这西湖咧，这风景有水吧？实在有水。不但水啊，西湖特产什么你知无？西湖出产啥物？西施。西施哦，啊唔，古早西施的美人就对啦。无唔对，这个所在查囡仔咧，大家都敢若西施的，安尼吼，敢若美人的。有你。有一首歌，你捌听过无？倒一首歌。我唱给你听。好，听好势哦。是。假如你要讨老婆，不要讨别人哟，一定要讨杭州姑娘。为你精心付出我多。假如你要讨老婆，不要讨别人哟，一定要讨杭州姑娘。有看无？好，这首歌咧代表西湖这个所在咧，风景不但水，查囡仔大家看起来真水，所以讲我可乐的来到这个所在咧，爱表示讲我风度，有气质，有美感，飘撇，甲这个所在咧，西湖这个风景咧，搭配过去啊。是安尼哦。唔知有较少无？可乐个啊，你个孙的啊，人个阿屁婆地较等偌久啊？你知唔知？你等下，紧行！